中国在东突厥三的侵犯人权和种族灭绝引起国际关注之际，中国官方报告东突厥三发现武汉病毒疫情，并实行限制措施。据中国媒体报道，7月16日零时，维吾尔自治区报告武汉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均为乌鲁木齐市病例，全部为接受集中医学观察人员。截至7月17日12时，现有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11例，现有135人接受医学观察。因为中国一直掩盖关于疫情的数据，海外维吾尔团体担心实际病例数据比中国官方报告的更高。自中国武汉出现武汉病毒疫情以来，中国当局在东突厥三建立的集中营一直引起担忧，因为有报告说300万以上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被关押在这些设施里。集中营是中国对维吾尔人进行镇压和同化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据报道，乌鲁木齐已取消了600多个航班，取消了城市的地铁。此外，在乌鲁木齐和喀什已经开始实行限制措施。据宣布，喀什的出入口也受到限制。澳大利亚参议员的一位中立派议员周三呼吁政府将100名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外交领事人员驱逐出澳大利亚。雷克斯·帕特里克是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在周三发表声明，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咬紧牙关，采取早应该采取的措施。声明指出，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外交领事工作人员的总数为148人，中国获准悄悄扩大其在欧洲的外交与领事机构，情况实在令人担忧。帕特里克参议员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情报活动已经大规模的扩大。毫无疑问，中国驻欧洲的外事人员正在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政治干预。他认为澳大利亚必须重新建立与中国的关系，并且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他认为北京经常藐视澳大利亚的政府成员以及外交官。自从澳大利亚牵头要求世卫组织对中国的武汉病毒疫情展开调查后，中欧关系急剧恶化。据外媒报道，美国当地时间周四，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罗表示，由于美国对短视频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处理数据安全性的担忧日益加剧，他预计 TikTok 将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出来，作为美国公司独立运营。库德罗称，将 TikTok 与其母公司剥离将是比封禁这款应用更好的选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威胁要禁止这款应用。库德罗说，我们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但我认为 TikTok 可能退出在中国运营的控股公司，作为独立的美国公司运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布的一条推特贴文引发议论和猜测，他是否在向中国政府传达一个讯息。蓬佩奥在自己的推特个人账户上发布了一张照片，他的狗莫森身边是所有他最喜欢的玩具，而这堆玩具中间是一个维尼熊的毛绒玩具。该推文引发了很多关注，因为众所周知，维尼熊是外界给中国国家习近平的一个带有法医意味的外号。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的照片被网民首次联想到维尼熊。由于这个可爱的卡通形象令审查者一时难以将有关的内容全部屏蔽，于是这个外号就很快传了开来。中国媒体一直将他塑造成一个不能信任的人，而中国媒体一直将蓬佩奥塑造成一个不能信任的人，而中国媒体还时不时就他的言论而对他发起人身攻击。只不过，蓬佩奥现在也许找到了一个对中国领导人发起人身攻击的方法，而中国的回应只能是沉默。在中美两国都指责对方加剧区域紧张局势之际，美国海军再次派遣航空母舰前往南海争议海域。美国海军周五表示，美国已派遣2艘航空母舰前往南海水域。
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声明，本月初曾在南海进行演习的美国尼米茨号和里根号航空母舰周五再次回到该海域。尼米茨号航母指挥官在声明中表示，尼米茨号和里根号在南海执行任务，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强化我们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平洋、一个根据国际秩序规则以及我们对盟友及区域伙伴的承诺。声明还补充道，两艘航母的出现不是为了应对任何政治或全球事件。南中海海域蓄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每年经由该航道运输的货物价值高达3万亿美元。美国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扩张，试图恐吓其他国家。